今天早上上午10点16分左右，我们接获报案，在离岛工业区工业路有发生一件气爆案件，疑似气爆的案件我们就派9辆消防车4部救护车前往抢救。到达现场以后，没有发现火焰，没有发现火焰，有4名伤者，然后由我们的西周91、竹塘91，还有北斗91跟皮头91分别送往彰基及20基督教医院做急救。那这4位伤者有1位伤势比较重的，目前上有医院在检查评估中。4位伤者的大概情形都是烧烫伤，有3位是烧烫伤，有1位因为那个掉落物砸中头部，那前往医院做检查。我们去的时候，实施那个抢救作为吗？我们到达现场已经没有那个爆炸的情形，有没有爆炸情形我们已经看不到了。那现场已经都没有火焰，也没有那个爆炸现场。那我说那4名伤者的位置在哪里？4名伤者的位置目前有1位是已经走到外面其他2位还在里面我们做那个冲水，因为做冲水的动作，我们有再把它带出来送医院对。那厂长的部分呢？厂长的部分他是完全没有伤害的，他只是轻微被那个轻钢架砸中头部。那因为砸中头部，所以我们希望他去医院做个检查，所以顺便叫救护车再送他到医院去。那我们初步判断起火的位置跟起火的原因大概是怎样？起火位置目前上有那个火调人员在调查中他详细的起火原因也还是由火调人员去做调查，我们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去跟各位做个说明。工厂的员工到我们医院那一位是38岁的一个男性他的烧伤面积在脸部，然后胸部跟背部跟四肢都有那总共的烧烫伤面积大概是2度46%左右。那另外一位是比较严重的，是49岁的男性那到来的时候已经呈现呼吸困难的状况。那他的烧伤面积也是在脸部，然后胸部、背部、四肢都有。那这一位比较严重，我们是来的时候已经马上给他用插管呼吸治疗，然后维持他的生命迹象，然后一些输液大量输液都给他，然后有一些疼痛的一个缓解。那目前的话，他是2度75%左右，那2位都有一些有生命危险的状况。那2位眼镜的部分呢？眼镜的部分都有稍微受到那个灼伤那目前我们的做法就是轻重缓急嘛，然后先重量是维持住他的生命迹象，大量的输液，然后疼痛的缓解。那眼镜的部分我们已经